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智慧會成語歷史篇。恭喜你，你跟老闆一起創業，公司終於上市了，股票分紅到手，人生準備躺平。結果隔天，老闆派人送來，不是年終獎金，而是一杯毒酒，一把寶劍。還有一句話，你功勞太大，我睡不着，請你離去吧。這不是黑道電影，而是你最常見到、最難理解嘅兩個字：兔死狗烹。為什麼一起打天下嘅好夥伴，最後卻變成非死不可嘅眼中釘？今日我哋不背年代，不考填空，用3個經典案例帶你看懂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職場生存法則。幫老闆打天下，小心打完就係你嘅死期。先說文解字，兔死狗烹出自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，意思是獵狗幫主人把兔子抓光了，主人就把狗煮來吃，比喻事情成功後把有功嘅人拋棄或殺掉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烹嘅獵狗係誰？就係西漢開國第一功臣韓晉。韓晉有多勇猛？佢原本只係項羽手下嘅小騎，跳槽到劉邦那邊，直接被封為大將軍。佢打嘅仗，隨便一場都係教科書級別嘅，暗渡陳倉，平定三秦，背水一戰，一舉滅趙，水淹龍者，十面埋伏，逼死項羽。可以說沒有韓信，劉邦一輩子就是個漢中王，永遠不能當皇帝。問題來了，劉邦當上皇帝後，看着韓信，心裏想的不是感謝兄弟，而是這家伙這麼會打仗，哪天他不爽了，我的皇位還坐得住嗎？於是劉邦用計把韓信從楚王貶為淮陰侯，軟禁在首都眼皮底下。最後劉邦出征平反的時候，劉邦嘅老婆呂后跟蕭何聯手把韓信騙進宮中，當場處死。韓信死前說了一句千古名言：狡兔死，良狗烹，高鳥盡，良弓藏，敵國破，謀臣亡。天下已經是我的了，你這個謀臣留着幹嗎？重點來了，韓信真的想造反嗎？根據史書記載，其實證據非常薄弱。他的死主要不是因為他做錯了什麼，而是因為佢嘅能力本身就係一個原罪。你太強，老闆怕你。這就是兔死狗烹嘅核心邏輯。在權力鬥爭裏，功勞越大的人，往往死得越慘。唔係你對唔住老闆，而是你嘅存在本身就威脅到老闆嘅安全感。大家請記住一句話：當你的功勞大到老闆無法獎勵你時，老闆唯一嘅選擇就係消滅你。第二個案例，
就係成語真正嘅出處，越王勾踐。你們聽過我身上膽，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，遂柴火添苦膽，立志復仇。但你各位可能不知道，幫他完成復仇大業嘅兩位核心人物，下場一個比一個慘。呢兩個人叫做文種同埋范蠡。范蠡負責軍事，文種負責內政。文種更狠，直接獻上9條滅吳之術。勾踐用了3條就把吳國滅了。攻城之後，范蠡很聰明，馬上辭官跑路。臨走前寫信給文種說：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呢個人像脖子，鳥嘴巴，只能共患難，不能同享樂。你快逃吧！文種不信啊，心想我幫你打下整個江山，你總該給我當個宰相吧。結果勾踐派人送了1把劍給他，附帶一句話：你教我9招滅吳，我只用了3招就贏了，剩下的6招麻煩你到地下去教我老爸吧。意思好明顯，你嘅才能太可怕，留住你會威脅到我。文種只好自殺。這句話就是兔死狗烹嘅精髓。很多人以為創業夥伴之間嘅關係係兄弟情，但在權力架構裏，當外部敵人消失的那一刻，內部嘅權力關係就會重新洗牌。你不再是不可或缺嘅夥伴，而是可能取代我嘅威脅。是不是很像現代新創公司被大企業收購後，原來嘅技術長、執行長馬上被踢出董事會？歷史從來沒有改變，只係換咗了戲服。你可能會問：呢啲老闆係咪神經病？人家幫佢打天下，你卻殺人家，這唔係忘恩負義嗎？我哋換另外一個角度嚟睇，如果你係皇帝，你手上有個將軍，全國最強嘅軍隊聽他嘅，全國最會打仗嘅將領係佢小弟，全國百姓只聽過他嘅名字，不知道你嘅皇帝是誰。而且他曾經在窮困的時候被你羞辱過，例如韓信要求封假齊王，劉邦差點翻臉。你晚上睡得着嗎？你會不會擔心佢今日唔做飯，唔代表明日唔做飯喎？就算佢真的唔想做飯，佢嘅手下會唔會捧他做飯呢？就算佢忠誠到死，佢嘅兒子呢？佢嘅部長呢？這就是所謂權力嘅邏輯。在沒有民主、沒有法治、沒有退休制度嘅古代，皇帝嘅唯一安全感就係消滅可能威脅佢嘅人。唔係因為呢啲人壞，而係因為這個位置本身就讓人瘋狂。司馬遷在《史記》裏評論韓信，說了一句很耐人尋味嘅話：如果韓信懂得謙虛低調，不居功自傲，佢嘅下場唔會咁慘。但係反過來說，在那個年代，就算你低調到塵埃裏，只要你嘅功勳還在，你嘅威望還在，老闆還是會找理由殺你。低調只係隱瞞，不能避免。
那麼有沒有人逃過兔死狗烹嘅命運？有，他們通常用了3種方法。第一招，自毀名聲。蕭何係漢朝第一任宰相，功勞比韓信大。他怎麼活下來？他故意強佔百姓土地，收受賄賂，搞得名聲很臭。劉邦一看，呢個家伙只係貪財，沒有政治野心，安全。第二，消失人間。張良漢初三傑之一，功成身退之後，直接說：我去修道，不吃五穀，不問世事，把自己從政治圈徹底拔除。你找唔到我，就殺唔到我。第三招，裝蠢裝老。明朝嘅湯和係少數被朱元璋殺光功臣後還活着的。佢點做？早早交出兵權，整天喝酒、逛窯址，跟老太太聊天，表現得像個冇用嘅老頭。朱元璋覺得這人廢了，懶得殺他。看出了規律了嗎？活下來的人，他做了一件事，主動削弱自己嘅價值。你要讓老闆覺得你已經沒有能力、沒有意願，也沒有可能威脅他了。但問題是，如果對一個20幾歲正值巔峰嘅將領來說，你要佢裝老、裝廢、裝貪，這本身就不是正常人能做到的事。好啦，故事講完了。你可能會說，我又唔係當皇帝，也不當將軍，這跟我有什麼關係？關係可大了。第一，你以後進任何組織，不管係公司、社團、機構，你都會發現功勞最大的人，有時候反而最容易被人排擠、被冷落、被逼走。這不是因為他做錯事，而是因為他的光芒照得主管睡不着覺。理解兔死狗烹，你就理解了一半嘅職場政治。第二，這唔係叫你不要努力。韓信如果不努力，佢一輩子就係個胯下受辱嘅無名小卒。佢至少光輝過，改變過歷史。但你要知道，權力場上沒有永遠嘅朋友，只有永遠嘅利益。保護自己，要建立功勳同樣重要。就算事業一帆風順，千萬不要驕傲自滿，反而要格外小心，不居功，甚至要想定後路，準備功成身退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嘅一點，當你那天有機會成為老闆的時候，記得歷史嘅教訓，不要讓你的獵狗在幫你找完兔子之後，只能等着被煮。如果你喜歡這種不背年代，只講人性嘅歷史故事，別忘了點讚、留言、訂閱、分享視頻。多謝大家收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